我會教大家點樣喺 Shopify 安裝順豐自提點及點樣設定使用。首先，Shopify 商店安裝名為順豐自提點應用程式。安裝完之後，你要去返自己線上商店，進入自己報警主題，按左邊第三個 icon，你會見到安裝咗順豐自提點外掛，點擊開啟，按右上角儲存，之後離開，去返後台，點擊設定，選擇應用程式，之後開啟順豐自提點應用程式，點擊釘選應用程式，你會進入自提點後台，點擊啟用，揀選自己需要自提點類型，去返線上商店，再選擇右上角檢視，你嘅商店可以預覽效果，點擊結帳之後可以選擇唔同自提點類型、地區、區域及網點。當完成之後，繼續點擊，會自己填入順豐自提點地址同網點，無需手動輸入。